嘿，好累昨晚跳几点钟？啊！昨晚晚上跳几点？几点钟？小声的嘛。
有点长的连唱，这是2023的各种连唱。拍的。还没来吗你？他是不是故意那个嘛？哦，他那个地方要掉头。要你定度口也可以定到那个口径。唱不上去。谁说的唱不上去？唱上去了买什么？啊？以前买来的。给你买个泡泡糖。他屁话太多，他从很久之前就说买棒棒糖，现在都没有买的。你还说话，闭嘴！谁没吃？谁没吃？闭嘴！谁吃了？谁没有吃？你没吃？没有吃。你再说一遍，吃了没有？吃了没有？没吃的话就对了，就不给你吃。你看，暴躁你还家暴恶魔，真的。家暴呀，这个。哦，真的假？我以为角色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